入住大韓假期全港獨家酒店係一種咩體驗？今日我哋嚟到大理。Hello， 各位團友，我係導遊呂靜。放假想鬆一鬆，跟住大行一齊到全港獨家大理五彩雲酒店玩下啦。酒店係由8族傳統院落建築組成，清雅白牆，仲特別融入咗園林設計，將綠玉溪清泉引流入室，形成一間獨特嘅花園景觀。房間空間闊落，我哋都會優先安排大家入住園景房，可以喺房間都直接欣賞到精心打造嘅園林景觀。酒店嘅地理位置都好方便㗎，喺大理古城景區旁邊，一出門就有得行街食嘢，超方便啊！咁正嘅全港獨家酒店，帶你去享受，仲唔快啲嚟報名？